各位朋友仔，把燈熄晒，窗簾拉埋，門反鎖，耳機音量校到最大聲。而家開始，我要帶你哋去一個地方，遠到光呢世加下世加下世都去唔到，遠到你用計算機按到手指甩晒，按到機爆晒都按唔晒嘅距離。但係嗰度就住緊另一個你，佢同你生得一模一樣，連條褲頭左邊個窿同右邊個窿都一樣大，連尋晚發夢掉咗邊隻牙都一樣，連你今朝刷牙係咪先刷上面定下面都完全一樣。但係下一秒，佢就同你做咗完全相反嘅選擇。你準備熄我條片，佢就將手機攞近啲；你準備去雪櫃攞罐可樂，佢已經開咗支冰凍啤酒。你而家仲喺度暗戀緊人哋5年，佢已經結晒婚，個女上緊小學。你準備攞匙去穿撞線，佢已經喺格子間加班加到甩頭髮。你而家180斤減唔到肥，佢已經由180減到90斤做咗健身操。你而家仲喺度儲錢買樓，佢已經喺三亞海景房開瑪莎拉蒂返屋企。問題嚟啦，嗰個唔係你嘅你，到底有冇存在過？我而家直接一巴甩到你塊面，佢唔單止存在，而且仲有無數個你，喺呢一秒已經將人類諗到嘅所有可能性全部做晒。有個你已經有錢到用紅色紙幣點煙，有個你喺度食爐飯啃冷饅頭，有個你根本冇出世，因為佢阿爸嗰晚睇緊波忙咗做人。有個你同你生得一樣，但係女仔而家喺度試婚紗，有個你喺火星種薯仔，有個你喺木衛二挖海參，有個你而家仲係隻猴仔喺樹上蕩緊秋千，有個你已經進化到6條手，有個你仲係三葉蟲喺海底爬緊，有人拎咗諾貝爾獎金摘核桃食，有人拎住個破碗喺街邊乞食。呢啲唔係我尋晚飲大咗，呢啲係人類而家最叻、最穩陣、最冇人反駁到嘅宇宙學模型計出嚟嘅鐵一般事實。我而家就用最白、最土、最唔裝逼嘅方式，由頭講到尾，保證冇一個公式，淨係用大白話，但每句都夠科學家鼓掌。首先俾你感受下規模到底有幾恐怖。你夜晚望星，覺得自己好渺小？錯，嗰啲只係開胃小菜。你見到嘅星星全部都係銀河系入面，銀河系直徑得10萬光年，聽落好似好勁。但佢只係本地星系群入面一粒灰塵，本地星系群又只係室女超星系團入面一根毛，室女超星系團又係拉尼亞海亞超星系團入面一粒頭皮屑。拉尼亞海亞超星系團喺整個可觀測宇宙入面連一個像素都唔算。可觀測宇宙直徑930億光年，入面大概有2萬億個銀河系，每個銀河系平均1000億粒星，加埋大概2萬億粒太陽。呢個數字已經大到你腦袋直接死機啦，對唔對？但我而家同你講，呢啲只係我哋用望遠鏡睇到嘅一小格，外面仲有無邊無際嘅深海，而嗰片深海而家仲喺度瘋狂膨脹，24小時燈火通明，工廠永遠唔熄火，永遠喺度開新線生產新宇宙。我哋由大家最熟嘅大爆炸講起，138億年前，啪一聲，整個宇宙由一個比針頭仲細、比原子仲細、比質子仲細、比夸克仲細、比弦理論嘅弦仲細嘅小點開始向外炸，之後先有今日嘅銀河、地球，你阿媽整嘅紅燒肉，你前女友嘅微信置頂，你手機入面嗰幾百個字嘅學習資料。呢個故事聽落好浪漫，但科學家越計越覺得唔對路，因為有3個超級無敵巨坑，點填都填唔平。第一個坑，溫度點解平均到咁變態？光速係宇宙最高速，光由大爆炸跑到而家最多得138億光年，但我哋望到嘅天空，東南西北上下左右溫度全部一模一樣，精準到小數點後5、6位，誤差唔夠10萬分之一度。呢個情況就好似我而家喺廣州放杯100度滾水，你喺阿拉斯加放杯零下40度冰水，兩杯水一世人冇見過面，但永遠都係37.5度，一滴都唔差。你話變態唔變態？變態到科學家瞓覺都瞓唔着。第二個坑，宇宙點解平到咁離譜？宇宙形狀其實有啲似氣球面，如果佢彎咗少少，早就唔係塌縮做一個超級大黑洞，就係膨脹到比稀飯仲稀。但我哋計出嚟，宇宙平到好似上帝拎燙斗燙過咁，平到想令人懷疑人生。呢個就好似你吹咗138億年肥皂泡，個泡面而家仲係一樣厚，
呢個概率比你今晚買6合彩中頭獎仲低1億倍。第三個坑，持單極到底走咗去邊？理論話大爆炸之後應該滿天飛，淨係得北極或者淨係得南極嘅怪粒子，好似你將條形磁鐵鋸開1000段，每段永遠有 N 極同 S 極，但理論話早期宇宙應該全部都係單獨 N 極或者單獨 S 極。結果我哋將地球翻晒底，月球轉晒窿，火星都鏟晒，一粒都冇，連個影都冇。呢三個坑搞到大爆炸理論頭都禿晒。之後1980年嚟咗一個絕世狠人，叫阿蘭古斯，佢拍台話：兄弟們唔使驚，我俾你哋補個丁，3秒搞掂。佢話其實大爆炸根本唔係開場白，之前仲有一個更癲、更短、更逆天嘅階段，叫宇宙暴漲。暴漲有幾癲？我連打10個比喻你先明。比喻1，拎粒芝麻出嚟，芝麻有幾細？暴漲嗰陣宇宙比芝麻仲細1億倍，之後喺唔夠100億分之1秒嘅時間，膨脹到比而家整個可觀測宇宙仲大幾百倍，膨脹倍數10個78次方，你用計算機按到爆機都按唔晒。比喻2，你見過癌症末期 CT 未？癌細胞1日翻1倍，1個月將人食晒。暴漲就係宇宙級癌症，每10嘅負35次方秒翻幾百億倍。比喻3，你吹波波，波波越大入面空氣越稀，對唔對？暴漲完全反過嚟，波波越大入面能量仲越濃，1克變2克，2克變4克，質量自己長出嚟。比喻4，你玩過俄羅斯方塊未？方塊一直落，你越玩越快，最後 game over。暴漲就係將速度調到1秒1000層，你連眨下眼都冇，宇宙已經大到冇邊。比喻5，傳銷聽過未？今日拉1個人頭，明日2個，後日4個，1個月全世界都係你下線。暴漲就係宇宙級傳銷。仲有5個比喻我唔逐個講，總之你明佢顛到你腦袋裝唔落就得。你會問質量點嚟？唔通由天跌落嚟？愛因斯坦早就開咗後門，物質同輻射係正能量，引力係負能量，兩樣加埋可以得0。宇宙就好似一個超精明嘅主婦，左手借100蚊買菜，右手即刻存100蚊定期，表面冇使錢，但屋企已經雞鴨魚肉滿台。暴漲就係咁無賴，借負能量變正能量，總數永遠0。呢個丁一補，剛才3個巨坑即刻消失晒。溫度平均，因為暴漲之前宇宙細到所有地方都摸到對方。宇宙太平，因為暴漲拉到條空間成張紙。持單極冇嘥，因為被稀釋到比宇宙揾粒特定嚴重難。Perfect， 由嗰陣開始，暴漲理論就係宇宙學界嘅天花板，所有觀測數據同佢吻到飛起。但真正最恐怖嘅地方，而家先嚟。暴漲太叻，叻到停唔到車，呢個先係最癲。暴漲係靠一種叫暴漲子場推動，呢樣嘢會隨機衰變。衰變之後嗰度暴漲就停，之後拼一聲熱大爆炸，開始整星系、整地球、整你阿媽嘅紅燒肉。但衰變係隨機，好似你掟1億粒色，每粒停嘅時間都唔同，點可能全部一齊停？所以真實畫面係咁，某個角落先衰變，拼誕生我哋呢個宇宙泡泡，旁邊仲喺度暴漲，而且暴漲速度永遠比衰變快108000倍，總空間仲喺度爆漲。新角落又衰變，又拼一個新宇宙，再新角落又衰變，又拼又一個，好似一個永遠停唔到嘅泡沫浴缸，成日喺度吹泡泡，每個泡泡入面都係一個獨立大爆炸宇宙。科學家話呢個叫永恆暴漲。永恆2個字唔係講笑，係真，永遠喺度暴漲，永遠喺度生新宇宙。我哋嘅宇宙只係呢無數泡泡入面好普通好路人嘅一個。整個大背景係一個無限瘋狂膨脹嘅母宇宙海洋，入面漂浮住數唔清嘅宇宙泡泡，好似聖誕樹燈，一粒接一粒亮，
一粒接一粒式，但總數永遠上升。有啲泡泡物理常數唔同，可能引力弱到連原子都整唔出，有啲光速慢到138億年先過1秒，有啲就同我哋100%一樣，連你尋晚食咗幾多條蔥花都一樣。根據最嚴謹嘅數學計法，離我哋最近嗰個完全100%複製版嘅你，大概喺10^29次方米之外。呢個數字前面要加10^29個零，你用10世加10世都數唔晒。但喺真正無限嘅地方，佢一定存在，而且唔止一個，係天文數字級別多。所以而家呢一秒，真係有無數個你喺度做緊所有能做到嘅事。有個你喺度炒火箭，有個你已經熄咗條片，有個你喺 ICU 度吊緊鹽水，有個你開瑪莎拉蒂，有個你喺監獄度掃蟑螂，有個你仲係隻猴，有個你係女仔喺度試婚紗，有個你拎諾貝爾獎金摘核桃，有個你拎破碗喺街乞食。所有可能性，呢一秒全部同時發生晒。呢啲唔係玄學，唔係宗教，係安德烈、林德、霍金、布萊恩、格林呢班大佬用一世人計出嚟嘅結論。佢哋只係唔敢喺公開場合講得咁直白，因為真係太癲。我哋永遠追唔上其他泡泡，因為佢哋走得比光快1倍。我哋好似隻琥珀入面嘅蟲，睇到外面但永遠去唔到。但呢個就代表你所有如果當年喺其他地方成真晒。後悔冇考985，有個你考到晒。後悔冇同嗰個佢講喜歡，有個你講晒，而家個女上緊幼稚園。後悔冇買比特幣，有個你買晒，而家三亞海景房收租。後悔冇減肥，有個你由180減到90斤做咗網紅。當然，都一定有個你過得比而家慘幾百萬倍，可能喺度撻垃圾食緊飯，可能喺 ICU 度，可能連出世都冇。所有劇本，全部同時上演晒。有人聽到呢度覺得絕望，有人覺得解脫。我覺得其實好浪漫。你將自己嘅人生一次過拍咗無數個版本，悲劇、喜劇、狗血、熱血、鹹魚翻身、使橋頭回魂，全部都有。而你而家經歷緊嘅呢一版，至少你仲有機會將佢活得精彩啲，對唔對？最後講句大實話，我哋可能永遠都見唔到其他宇宙，因為佢哋走得太快。但將來可能喺宇宙背景輻射度揾到其他宇宙撞過我哋嘅語稱，又或者用引力波聽到暴漲嘅回音。如果真係揾到嗰日，教科書要重寫，宗教要重寫，人類三觀要連根拔起。就算一世人都揾唔到，都冇所謂，因為暴漲理論而家係人類有史以來最成功嘅宇宙模型，我哋冇理由唔信佢推出嚟嘅平衡宇宙。講到呢度，我個桑子已經起煙，雞皮疙瘩跌晒成地。如果你聽到都頭皮發麻，麻煩喐一喐你個發財小手，3連1件走晒，點讚、投幣、收藏一齊嚟，當係幫另一個宇宙嘅你積德。之後喺評論區打句，如果平衡宇宙真係存在，你最想同另一個自己講啲咩？下次我哋搵個仲癲嘅地方再見。